再来看台南市政府精聘交通助理员开交通罚单，平均一个月即马罚单是增加超过50成，也毋过嘛，互批评讲，甲市民当作是歹仔在讲歹仔。台南市长韦德嘛表示讲，会来检讨，嘛会先暂停助理员开单。穿感觉色的假，伫咧台南市区内面巡逻，因是台南市政府精聘的交通助理员，因有取得违规开单的权限。自8月上线了，每个月平均开单数目增加54%，引起民众不满。台南市长黄伟提讲，伫咧检讨相关集群也个权限分工进程，先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作。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，减轻第一线员警的负担，为兼顾交通秩序的维护与民众观感。对于交通助理人员的工作，本局会持续的滚动来检讨。但是民间团体认为，工作员会当减轻环境的负担，主题违规是法定的职权，也无要求开单业者突然间限缩执法工作，对台南的交通环境有害无帮助。如果是在有争议的地方，我们应该要更细致的去讨论这些争议来自于哪里。片面的暂停交通助理员开单勤务，我们认为非常遗憾。因为我们都出去巡逻，如果说没有违规，根本单子就开不出去。然后，如果说现在是因为那个有压力的问题，我们目前没办法出去开单，但是我们还是以协助警察的勤务为主。即马全台湾6都除了桃园以外，其他5都拢有请工作员，也毋过工作的内容无啥共，只可拿台北、台南协助违规开单。台南市交通警察大队讲，工作员毋但是协助主题违规停车，也佫包括伫路口维护交通秩序，也佫有交通安全宣导等7项任务。市区配置工作员的辖区，伫8月到9月发生的死伤事故，也比去年同期减1.9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